春天唔只係一個季節，仲象徵住更新、平衡同埋全新嘅開始。就好似大樹，唯有根基穩固，吸收足夠嘅養分，先至可以茁壯成長。健康都係一樣，係由內而外嘅平衡同和諧開始。當肝臟同腎臟達到平衡狀態時，身心自然會變得更加健康，吸收營養更高效，毒素排得更快，仲可以保持內部穩定。呢種內在嘅健康會自然流露喺你嘅外在，皮膚更亮麗，精力更充沛，專注力更集中，幫你輕鬆應對每日嘅挑戰。結合日本傳統嘅漢方智慧同現代科學技術，幫你由內到外恢復平衡，提升活力。肝腎力促進肝腎健康，幫助身體排毒同改善循環，令你感覺更有能量。養腦力保護腦部健康，促進專注力、記憶力，令腦部運作更加靈活，遠離腦部退化嘅威脅。健康嘅根本就係由平衡開始，協助人們通往健康。